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仔日咱要教的是这个号召的第10句啦，吼。咱来看卖第10句是啥？软土深骨哦。软土就是那个土地啊，是软软的哦，因为比较好挖掘，有没有？它就一直挖下去哦，深，挖得很深的意思哦。那其实啊，这一句的意思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是欺负老实人啊，因为啊，这个土地啊，他找这个土地比较软的哈，来挖的比较深。那如果这个比较强硬的人呐，他就不敢欺负比较凶的人，他就不敢欺负啊，哈。所以啊，这一句啊，它的意思就是欺负老实人，得寸进尺哦，得寸进尺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人家得寸进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讲软土深骨。好，这个“深”这个字，小朋友没有发现？“深”后面是“的音哦，台罗音标有没有？是 M 结尾。老师之前有讲哦，如果台罗音标是 M 结尾的字啊，就是你念到最后要闭嘴巴哦。那小朋友不要觉得说只有国语会念不标准哈，台语啊也是有可能念不标准哦。像这个“亲”，如果你没有闭嘴巴的话，你讲台语嘛是无标准哦，卖哈悲哀哦，不要那么可怜啦哈。国语也讲不标准，结果呢，这个台语嘛讲没标准啦哈。所以台语啊，你在念这一句的时候要记得“亲”。小朋友，你要发现，你要感觉到你在念到最后的时候是的音哦，亲，多几盖亲。好，这是闭嘴巴的部分了哈。那这个头啊，就是我们的地上的意思啊哈。我们这个是台语字，所以跟国语的字不一样。好，左边这个名语词句，这左边这个句子都是台语的字哦。虽然你觉得有的字跟国语一样哦，可是这是台语的字。那右边的部分呢，是因为怕小朋友不知道意思，所以呢，它是用国语来写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好，小朋友，这个头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地上的意思啊哈。它虽然是这个头啊，跟我们国语的地上土不一样的字哈。好，搁念看卖哦，软土深骨，搁一盖，软土深骨。好 ，good 啊，就是挖下去的意思啊哈，挖掘的意思啊。good 啊 ，good 就是庙的旋流口以前的儿歌啊，有这一段了哈 ，good 啊 good 就是他要挖东西，就是叫做 good 啊 good 啦哈。搁念看卖哦，这句软土深骨，软土深骨，搁一盖软土深骨。好，我们这个闽南语的第10句也已经学了。所以我们护照的
10句都已经学完了哦。那请小朋友从第1句开始念，会晓念无？来，第1句开始。6月赶菜皆有心，校长兼讲情，鸡仔长，鸟仔大，3年一轮，好歹照轮，有1好，无2好，成果8斗，食果不足。船过水无痕，明好难对高群，进无步，退无路，两头深骨。有小朋友忘记哈，这句这里要闭嘴巴，对不对？好，再讲一次。两头深骨，两头深骨。小朋友要记得这一句，要把它记起来哦。有空把它念念看啦哈。那如果你忘记了，你可以再看这个影片1次哦。那今天我们的谜语10句的第10句就教到这里为止咯，小朋友要记得复习哦。来，后盖再会。